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正年，大家四界去行村食好料的，网络都有人推荐家己民雄有卖鹅仔肉一条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鹅仔肉的鹅，读鹅第5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鸭。鹅是咱台湾常在看到的精生啊，足够收水、飞水，也毋过袂晓飞，把蟹当食。各地拢有鹅仔肉美食料理。这几年嘛，愈来愈是惊饲鹅做宝贝动物。另外，尾仔菜嘛有人讲是鹅仔菜，因为古早就是摕来饲鹅的菜。这日文音读做鹅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鹅公啊，嘛有人讲是鸡毛卷、鹅毛卷，要是甲药粉或者是药水入入到，亲像是鹅毛卷、鸡毛卷的物件，较好吞。华语讲是胶囊。第二个词读做徛鹅，古早的台语大词典嘛有写企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去澳洲旅游，你是食西洋鹅仔菜，若尾仔肉来看徛鹅，登去因的show，因为天气一个伤过寒，一个无细腻煞风邪，好咧加在又传感冒药啊，是一粒鹅公啊，食了到地就好利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鹅，有一寡地头读做鸭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